像伊细汉的时节哦，一年差不多可以食200个糖梨的。他以后哦，提倡细汉时节亲享食的东西，要让大家分享。一方面，因为也心脏没有家吼，都是庙，所以想留下好的秘史传承下去，大家就可以分享。来做了这边哈，把爸爸的从高处到没有，然后从没有到一肩扛。我只知道说，父母养我这么大，我们都在这个圈子里去长大的。爸爸妈妈没亲情不能做，不舍的是这个是我们的家。来去甲问下，是像个梦做的纠结，来香港来被操吹，我一定要把它扛起来。我也认真去做这件事情，上帝会带领，也会带给我喜悦的心。养着条从前，春风过去，强娘多，红梅爱哭，谷一天。日下小满，雨下仙，梦中泪风思念。西瓜清甜，风里风，太初本年，苦渐渐。酒处处甜归烟，年年迎团圆。日东小雪18年，四季轮回又一年。一步一路三行走。冇唔错，你冇睇唔错哦。其实呢，心中也代表就被台湾清早开发嘅天气。后来呢，可能因为也代表人啊，全部晒到顺风嘅上去发展呢。故所呢，也代表含保留年代嘅用诶，两位嘅人要留传统嘅秘史，留佢流传下来咧。今日出定嘅民族，叫下来啲心中来啲探看哪里哦。新庄诶，意思係講新型嘅總頭。18世紀漢人開墾過後，老新莊誒做淡水港嘅女港，港景適當好，沙地文化發展過後，港景就無敵。有300年歷史嘅新莊老街，就係地底下嘅新莊路巷，它有1公里長嘅金華起地度，老廟、老木、老巷誒，都留人講定頭擺嘅風法。傳統嘅店誒，古蹟3D 老街巷嘅度，等等來來去去嘅人客來了，看到木腔樣嘅新莊誒。嗨，林老師，你好，你好，來來，你好。然後又到一道邊嘅堂口，一條老街之度有棟棟廟啊。一條新莊街呢，就條清楚的老街，有差不多5、6間那個廟都有哈。哇！所以新莊街呢有很多廟街。哇！廟街哈。老師講，你做得等下來啲廟街紅困難冇？好，做得，你開始啲廟街，透過故事來講他啦。好。新莊老街有很多廟街，因為一條短短嘅老街巷，就共有9間廟。300年來一直守護緊新莊人。雖然新嘅店面已經看唔出頭擺嘅樣誒，不過沙做得啲唔大年嘅巷嘅地度，尋到嘅樣式好講景嘅風景。等下去聽聽林先生向下來啲看哪了。老師一道邊係你按部頭個看鬧熱啊？也按不到是青鬧熱。哦。你說呀，你看一條哈，開水巷呢？按好未？細細。哦。哦，有個說明牌都有哈。也有透過老人家講嘅話哈，要好錢開好水，冇錢就開壞水。也意思你要講嘅，因為透過海嘅成員哈。使用實，打把開水做營養，好錢開好水，冇錢就開壞水。因為呢，記得一條橋嘅頭會轉橋，一轉橋呢，個旁邊水呢，嚇垃圾，
低董河水较强，所以呢，不管它多浅啊，就开低董河水；不管它没浅啊，就开旁边的水，所以按用来意思按用。行业合有长嘅风味度，将行业是讲浓嘅感觉，白淡嘅菜味，含卡啲古朴地度加甜嘅神气。行业气感风度，常要做得糖度嘅样式显少感我。不过经过8、9年过后，成长嘅客家人去到那味咧，对文史土兰同有经验嘅叶伦辉先生讲，做得本案答案咯。特别乾隆时代的时阵啦，你叫客家人来了信众，那今呢为了信众，就出原乡那一些啦带了三结邦的香符所以带来来呢保护了客家人啦，非常整齐，非常争气嘿，就传到天之后，可以了信众的刘错俊，那个客家人可以。水准啊！水准洗好之后呢，是可以量天，可以降天，降天就不会受热，所以该流人全部请入签，感谢天，感谢地，感谢父母，当然了感谢神明，所以三结邦保佑恩利，所以绕三结邦起了张苗。不管历史用的变化，江福宫一切点点的起伫形状老街的各头巷。韩国的200年的岁月，点点舒服的形状的客家字体，就未见证的客家人伫遐留下的痕迹。接下来，除了古迹庙街以外，佢哋啲街巷流传8、9年的小食老店咩，又有乜嘅相应的素菜呢？来睇看啊！听说这家店已经开了150年的历史了。对。哇哦！澳门早期是做那个糕起家的。哪一个？就是这边米做的那个格啊，就是那个我知道，梅子糕、绿豆糕。以前那个拜拜的时候都会用到，对不对？米食文化它是属于干粮的一种。像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有做什么低桂花粿啦、菜萝卜糕之类的，还有像客家人他有做那个菜包什么之类的，很好吃的。这里有做。那个现在没有做，以前是有做，以前有做，现在没有做啊。这个是属于那个米做的那个干粮的一种。我知道，我们那个在教会里面，圣诞节的时候也会发这个饼哎。对，就是那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家会做很多圣诞糕。哦，真的。那除了我们看到这些之外，还有什么也是经典的吗？经典的话，像是我们新庄大拜拜的时候，就是有这个赶公饼。这个就是赶公饼，有人叫做台湾的飞狗啊，台湾的飞狗，因为它中间有一个洞，这个是戚继光将军发明的一种善良，古代的善良哦。因为后代的子孙为了纪念它，它吃起来有一点咸咸的，才本来叫做光饼啊，吃起来有一点咸咸的，才叫做咸光饼。那为什么要做这样飞狗的形状呢？因为它中间有一个洞，以前是古代的战粮，它就是绳子把它串成一串，然后一面作战的时候，它就可以一面吃一面作战。试试看哦。好，请吃。其实它味道啊，就是很单纯的面粉，跟一点点的盐巴来提味而已，可以吃到感觉到那个时候的急迫性，没有那么方便携带食物的时候啊，这是很方便的保存。因为它就是比较好保存，而且它是现在是做的比较松软，以前是很硬，因为它的保存时间可以拉得很长。对。虽然含公饼已经唔系真正嘅原料，不过保平安嘅用途，特别喺做老年嘅时节，都有当重要嘅角色。喺2间100年嘅小店嘅地度，买嘅唔但只係各種嘅糕餅，還加有延續傳統美食嘅使命，就像現在嘅香甜，聽聽空氣衝出來，啲經過100年過後，同樣做唔得甜餅嘅咯。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他怎么笑成这样？拜拜。欢迎明珠小姐，欢迎光临。老板你好，陈大哥对不对？对。哇，你卖糖葫芦又养鹦鹉，还卖童装哦。对啊。他基本讲客家话吗？我一时时嘞。真的吗？哎呀。干嘛笑成这样？这么这段鸟？你叫他讲客家话，真的可以吗？
要看他心情呢。看下心情。看下心情。所以头家你们大家有诺波卖糖葫芦，还有养这么可爱的衣物，还有卖童装哦。对啊，童装糖葫芦拢第20年了。真的？那你做得给没带来合作一下，你来做个糖葫芦。好啊，可以吗？欢迎。好，太好了。陈其生苗栗客家人，在新庄路街坊开的童装店起始。20多年前嘅基岩，本陈太哥对做现在嘅都有兴趣。拜师学艺过后，就伫店前摆嘅西坛呢，没希望本日所系苗嘅老米丝继续传下去。等下就听听太哥来啲处理各资料。哇，头家，古时候你给没准备那个吃婆诶草莓口味的，还有沈峰看到这个，你看 tomato 诶这个蜜饯呢，他甲我讲厉害，厉害，而且还有蓝莓耶，对，蓝莓也太高级了吧，做起来酸酸甜甜，真好食咯，真的，看见呢，龟姐，看龟姐，用草莓、番茄。迄塔卡真好食的口味啦，用遐新鲜的食材有冇？对，要做咪做唔得调制，又咪做唔得调熟，同个温度同过落去个把做咪做会，你两位 Q 用黑苗栗人啊，按照就来到台北是怎么样？全台一起过来吗？有冇偷偷行踪来到边来上班？主因为。早期阿哥阿姊啊，就全部都苗栗，就上来三重啊、新庄发展。退伍以后就伫果菜公司开火茶个卖天卖水果安尼啦，所以对水果就我还有一些些的研究啦。20早期，陈太哥伫果菜市场做事嘅经验，加上果子嘅品质，绝对系一等一嘅。现在嘅本嘅糖。保湿嘅控制老时间把握，相对就当重要咧。两位冇注意，可能就会规模嘅坏脱。糖糕做好，果子餐就会随便落喎，熟到夹到挨到会糊唔出了。條家人按家先冇起nhà補牛啊？條家人，對，條家人會講客冇？是的，廣東暗號。哪有？兩個還要搶時間，係冇啊？係啊。哦，真的，因為我看你們動作很快耶哈。哇，而且站起來好漂亮，泡泡會一層而已，對不對？對。會很黏嗎？會啊，它這個夏天這個溫度很剛好。哇，好漂亮的顏色哦。芒嘅小咪耶。统一煮完后就要水压盐温，哇，而且站起来好漂亮，泡泡会一层而已，对不对？对。所以老板，你现在如果一过时间，立刻它就不能粘了，是吗？对。哦。它就会出货啦。会出货啦！来呀，调前看一下，哇，看起来也太棒了吧！大白英格按钮撩你时间呐，一摆这个应该小朋友就都围过来了哈。对呀。就刚才这种天天让泰国某韩啊，因为某韩童装店要卖铜葫芦，会不会很忙还好啦，现在淡季了还好。哦，你听用的老几多多诶？炒贡茶认识的。真的哦，炒贡茶2、3年都去炒贡茶吗？我第4期爱银行。真的，你没试过贡茶？对。啊，怎样司机像我每次坐公车也没有跟司机怎么样啊？因为他年轻貌美，都站在司机的旁边。你为什么要站司机？冇啦，就骑电啊嚟啊，系啊，以下就多的就骑电啊。哦，就来电了，就结婚了。你看，我现在就可以选来吃了哈。可以。可以呀，有草莓，有番茄啊嚟哈。对，还有立喊 Q 开。好。哦，好好吃的感觉。哎呀，好吃咯。嘿嘿。停下下来哈，哎呦，冷了可以吃了，可以，真的是，你们要不要选一个一起吃？好，代表这个超好吃这样子来，哦，
那怎么吃？直接咬下去就好了。嘿，好脆。哦，你刚有听到它的声音吗？哇，酸甜的，这真的就是叫做糖葫芦。不是，真的就是恋爱的感觉。哦，真的，它是糖葫芦没有错。那它姜粥啊，吼，虽然落去的几度，糯米呢压成糖啊，还有一点点温温的。对呀。那里面的这个草莓呢，配上它酸酸甜甜的感觉。铁刚，你刚才在裹这个糖衣的时候，是不是要够薄才会脆？对对对。真的，如果我等下弄太厚的话，就会比较不好吃，对不对？哎，就太甜了。吃到这个就是吃到小时候的回忆。所以刚刚真有去跟喵场当中才有卖这个。对，做起的巴珠，按客家话讲的同梨的，胡萝卜讲椒来啊，真的，只有一种口味啦。像后生人做好的是要草莓啊、土马豆啊，还要蓝莓啦。真的，而且就是要搭配有点酸酸的感觉，对不对？新世界现在唔系日日食得到，每一位难得还可吃到同甘甜，留下能搭白白种嘅年代，可会唔记得嘅清单纯嘅美食。故所无论物价用嘅雕糕、陈太糕，还系买到当便宜。上一次看到新人呢，到现在生意都最空度嘅种幸福表情。有个其实拿都要条喵节肉节啊，在这边卖这个糖葫芦，对你来说有没有卖那么久了，还继续卖下去，一定有特别的感情哦。在新庄路在前面一点，有客家人信仰最好的三山国王庙，再过来有马祖庙，我隔壁的管梯庙，懂得神明都可以保护啊。对对对，也条很多新庄路街、庙街啦。去年2年来还有新叶桥，对，就是给脚踏车队啊，大家散步啊，希望大家有闲的时间来新庄庙街去新叶桥行行啊，来拜拜。过来生啊，不卡青后色的糖葫芦。你跟着老板这样做啊，看着老街也是这样子，经历过这么多年的变化，你有没有看到特别最近有什么改变？这边人潮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都往台北跑。现在捷运也都比较方便啦，所以这边的人潮会越来越稀少。会觉得很难过吗？会，真的跟10几年前相比，真的差太多了。真的。有没有想说要怎么办？这边的人 Q 哈了大标啊，还是一起做什么事情啊？就是一样这样子啊，就是做到退休啊，做到不能做这样子。因为现在小孩子也都长大了嘛，说一句也是没有经济的压力的啦，就是平常心啦，因为现在的经济就是这样子，趋势也是这样子。我刚刚有跟我他卖到退休就代表说就新庄人或者是来过没有给吃过那个糖葫芦的你，不管什么时候再回来吃，都还可以找到这样酸甜的恋爱滋味，对不对？对，守护着大家，等太家正暖安的。保养太家。Q 哈了，心中没有给了，拜拜。时代会转变，不过美食会延续，所以拉坚持就会被人记得。理想是现在嘅世界，佢就會啲幾頭位嘅等等。陳太高兩公婆對現在嘅熱情，唔單止融入到同教地度，還卡真應到新冠度。接下來我帶大家來睇看啊，另外一件百年好明星。Hello， 老闆你好，你好。听说你们这里的麦芽糖很有名，对不对？在新庄算有名了。真的？别的地方不知道。阿婆是第1代的吗？不是，他是他的阿公吧？阿公开始做的。你好，进来看。3代。阿婆，你几岁了？会长哦。哇，皮肤很漂亮哎。所以从阿婆的阿公就开始做了。是不是？是啊，我的阿公啊，他阿公开始做啊，但这样不就超过有100年以上了？爸
多年。真的，因为听说啊，在这边做的麦芽糖还是照传统古法来做的，米麦的，对，真的，真正的麦芽糖是米麦做的。对，可以跟你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吗？可以，可以哦。第一问题字是阿婆嘅心口，附近卖芒芽糖闹水讲。头摆新庄嘅係芒芽糖最主要嘅产地。對1996年開始，第一代嘅頭家啲無機器、無食品家庭物嘅年代，用嘅是油麥嘅老糯米，韓家安樣嘅傳統就一直保留到今日。哇，姐姐，这个房子啊，看起来已经非常古老了哎。对，很久了，这个已经从清朝做到现在了。清朝？差不多，哎，从清朝就做有100多年了。哇，对。难怪走进来真的很像走到时光隧道里面一样哦。我带你去看一个神秘的地方。神秘的地方？带你进来看。哇，这是什么地方？哦，而且还吹冷气耶。这个是小麦，人没有吹冷气，小麦一定要吹冷气。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market 哦。对。而且我可以拿吗？可以啊，可以啊。它那个已经有在发芽了。哎，真的，你看。芽还没有很大。对对对。你们看到长出脚来了，已经放芽哎。所以这样发芽几天啦？这个大概第2天、第3天了，快第3天了。你泡水之后，它让它湿润了，然后。这样1天，到第2天它一点点芽，第2天就会长出这样芽。到今天晚上它跨第3天的时候，它芽就长很快了。真的。到了5天的芽就差不多可以用了。可以用。对，就是要开始跟糯米糖化了。跟糯米糖化。对对。这样才能够制成麦芽糖吗？对，麦芽糖它本身的甜度不是来自蔗糖哦，它是来自糯米跟小麦去发芽糖化出来的。哇，原来是这样子，是，而且它是完全不再加糖的。哎，不加，麦芽糖不加糖，它的珍贵的甜度是来自米跟麦。哇，对，完全是天然的甜分呢。是，对。芒芽糖係連沙對植物生長時節嘅化學變化，芒芽地度嘅澱粉酶，老澱粉水解過後得到嘅松糖產物。這啲2000年前嘅先秦時代就已經出現了。這樣是按照甘蔗糖很慢嘅600年才出現咯。太前用米麥地踢過後嘅泡，製造煮嘅太層，剩下來嘅精華就係芒芽糖了。大姐，後面這在冒蒸汽的亮黑馬街啊？這是在煮麥芽糖的鍋爐啊。煮麥芽糖的鍋爐。小麥跟糯米糖化的米麥漿。把它抽到這個鍋爐裡面，然後那個渣拿去餵豬餵雞，就是我們剛才看到。對。可是那裡面那糖化出來那些水分啊，那要變成我們平常吃到嘅麥芽糖，像用狗狗的那種狀態。煮很久，現在煮到明天早上才有漏出來，一大鍋到後來可能燉半鍋。哇！對。那煮得可以喺地度點下麥芽糖很用的冇咧？那麥芽糖你現在看不到了，因為。這個是剛剛已經都漏完了，現在煮的是明天早上加漏，下次再來看的啦。那我可以看到麥芽糖嗎？做好的啊，可以去做好的，挖起來請你們吃啊。真的嗎？對，還可以加餅乾哦。好。老方法聽說就係公司都麻煩，行開同有耐心，經過1日1夜溫煮下來，讓水分完全蒸脫，成嘅就係清純嘅芒芽糖。嘅係細時節，就係佢哋老師地度啲健康傳上傳下嘅芒芽糖小販數行，拿到便宜嘅好明星。好，阿嬷還有姐姐，這個就是做好的麥芽糖嗎？是啊。這直接吃原味嗎？是啊，可以吃。可以嗎？要怎麼吃？你可以教我嗎？怎麼用？阿嬷。直接挖下去。會很黏嗎？會啊，它這個夏天這個溫度很剛好。哇，好漂亮的顏色哦！阿嬷好厲害哦，手好巧，哇哦！而且它延展性很強哎吼，阿嬷好厲害，我要吃。那得用餅乾。這要用餅乾是不是？我先吃原味的好不好？我吃原味看看。哇哦！第二個芒的糖啊，沙洛希啊，除了黑很純的味道以外，它那個豆追度啊，它是那種不會粘牙的，很一嗨它就完全溶解了，而且啊，
它就会在喉咙里面慢慢的散开来，有这种麦的香味耶。真的呢，追肚全部都是那种麦芽跟糯米的香气而已，很香哎，很香。我们这个因为是纯就是米跟麦糖化做出来麦芽糕，有盐味有咸味。咸的，对，也有有很多种口味。但其实一般人都比较喜欢吃盐味跟咸味啦。对。咸的可以吃看看吗？可以啊，吃看看，咸味吃起来很舒服。真的哦。对，吃看看。啊。伊咸啊，落去都吃到个我真冇听到要攞盐都離度啊。可是吃起来咸甜之间，我觉得是刚刚好的。这个呢，就稍微吊一点点胃口，这样子，咸咸甜甜的，老人家喜欢吃咸的，小孩子喜欢吃甜的。阿嬷，你喜欢吃哪一个？都好。阿嬷都喜欢呢。阿嬷应该是磨饼干，对不对？哎，可以啊，夹饼干很好吃哦。麦芽糖夹饼干就是摆中间就可以了。哦。这样摆一个，有没有？摆在中间。哇。然后这个把它压下去。就差不多，这样就可以吃了。阿嬷，你要吃不？已经吃，我有吃过。吃过啊，常常在吃。你从小吃到大吧？从小吃到，对，18、10几年啊。我吃吃看。你看还会舔皮耶，好幸福哦。而且那种芒果就是那种，唔会那种咬几个给舔。吃下东西呢，又不会咬牙齿，是不是这两个是重点的分别？不是，好的麦芽糕哦，一般客人买回去吃都知道。有时吃到那种硬到像石头啊什么的，那个就像这样软 Q 度刚好跟着气候在比。夏天它会软一点，冬天会 Q 一点，然后吃起来会很舒服，喉咙会觉得很舒服。对，吃起来会很舒服。阿嬷，那你在这边卖了多久的时间？你刚才说是从清朝卖到现在，阿公那个时候。以前没有啊，以前小的时候他们在念书啊。以前没有在卖啊，伊意思跟你讲以前无咧卖啦，你问伊卖偌久，结果伊讲以前无咧卖啦，他是毕业了之后才开始固定。对。那为什么没有想过说要搬到其他地方去？因为这个地方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没有想过说要来开过更大间啊，或是新的店吗？做习惯了，在这边啊，而且这是新庄的特色啊。人家一讲新庄老街特色啊，对不对？新庄老街，你搬到别的地方就不是新庄老街的特色啊。有差哈。以前麦芽糕这里好几10间在做。真的哦。对啊，真正新庄街以前都是麦芽糕店。那为什么现在就只剩下这边？对啊，真的啊，不晓得。那你们是怎么样的有勇气可以坚持下来？应该是说有的人是不是搬家了，不知道。真正以前是几10家。真的。台北过新庄的地区有40万间，文物所在的路街附近就有12间麦芽糖店的。到今日是由1900年开业的文物，对日本时代到今日，经过120年，还是幾多彩彩。除咗祖宗信仰，一部人都有這老方法嘅共同信仰，每一面人就得延續到下年世紀。哇哦！原來可能啲頭皮按到面都厲害，我今日就要來潛講，都大好食麵條用完做 TP 係一個好食嘅牛拉麵，都大用完做嘅，讓你哋都看哦。老闆娘你好，老闆你好。你好。不好意思，你在做面呢？在做面呢。哦，这个就是面皮呀。对啊。面皮吗？哦。啊，你迄客家牛料理哈，啊，你把它是专门用个黄豆饭去做料，哇，把那个味道弄出来哈。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也有叫做客家牛面呢。这个就是面皮呀，面皮吗？
是要先从这么厚开始，一层一层把它擀薄吗？对，那 Q 度才会跑出来啊。它现在从这边下来变成这个厚度，就还要再一层吗？等一下哦，一关一关过去。为了顾到牛肉面嘅品质老产量，有40多年做面经验嘅葉太哥，連機器都係經過特別設計，對面團變做大面條，還會一罐一罐高下去，真做得有酥讚又 Q 又有彈性嘅面條，算來係咩正經嘅，看下去就知了。哇，老板现在这么大台的，而且是感觉是连环性、连续性的动作，一层一层把它拉过来哦。对。这一层一层过来，就慢慢的变更薄了。对啊，现在面条就出来了。好快哦，这样就出来了。对。而且都已经设定好它的长度了，对不对？对，比较适合了。我偷偷拿一条可以吗？好，可以。哎，你看，这可以，就是像人家这样越拉越长吗？对。真的耶，你看，很有弹性哦。老板，你自己做的面有自己吃吗？有，绝对没有防腐剂。真的，你看，我刚刚多带牙跟面条啊，要很 Q， 关键是怎么做？我们都用那个混心粉，是面粉比较高级的。哦，比较好的原料这样子。啊，但是也是要配合机器的，这台机器比较大哈，那压力比较大啊，比较出来就比较 Q。哦，压力比较大，所以跟机器设定有关系。面粉度亂拍質嘅多少，結添面粉嘅硬度高大。入太過對原料就開始講究，因為粉心粉係亂拍質品質較好嘅面粉，沒難怪做出來嘅台面就像酥讚嘅腔樣。做好嘅牛肉拉麵，個經過夾布娘烤酥建起來過後，就算完成咧。喺啲民族用下陣到形狀嘅路嘅，來嚟摻芪太子或者牛肉拉麵了。Hello，芪太子好。你好。你好，你好。哇，今日慕你的名而來哦，談講你到位啊，做那個牛肉料理、牛肉麵都有名。哎呀，我兩百米是50年的老店了呀。50年嘞。前年定太子醒目行業。台灣阿爸為了落實雙百，喺新莊路嘅白面攤，也愛創業嘅辛苦，一直做啲芪太子嘅程度。他嘅過後咪窮樣做料理，留下阿爸開嘅50年嘅看板，按芪太子來開，繼續傳承阿爸嘅迷信。今日就要好好留芪太子搶高啊！好，太子，你看牛肉已經通好色，係冇？係啊，你殺好嘞。哦，而且我看你這裡面有很多種不同部位哈。沒有，你還專門係牛腩哦。這是牛腩。對啊，你台灣人喜歡吃的牛腩的部位。好，那我先來，然後天數切好嗎？好啊。不過我跟你說，因為呢長着很正常形狀，我都不大會切，然後上得暗呢，我不是很有把握。剛才睇有會切嘞？你大概切哈，3公分是做的嘞。一共3公分，按飯的嗎？按飯的是做的嘞。哦，我哋是為了個牛肉麵哈，用了巴拿馬牛腩。巴拿馬嘅牛肉啊，食起來，然後台灣牛肉有乜冇用咧？它的筋路它抖音啦，這個滷起來膠質超愛吃筋的，然後應該懂得觀眾朋友都好吃牛肉麵，而且每一家口味又不一樣，到底好吃的關鍵係乜嘢？我哋嗰個哈抹腔外面哈放了很多醬料，來它走原味路線。我們自己因為學過很多了，所以我會做創意上的。牛肉麵咩做得有創意？有啊，我會加紅酒啊，我還會去炒一些料啊，去搭配它。哇！講到牛肉麵係芪太子嘅產品，佢用完全打破傳統嘅做法，來揾出最關鍵嘅牛肉皮湯，切好湯過嘅牛蒡肉過後，撈蔥嘅蒜頭米煸過，等香味出來過後，芪太子已經準備好一鍋鐵質醬料。2個醬料係乜嘢？哦，這就是我們所謂番茄啊，還有你客家的黃豆飯啊。啊，你迄客家牛肉料理
啊，你不还是专门用个黄豆饭去做料理，哇，把那个味道弄出来哈。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也有叫做哈嘎牛牛面呢。你看，哦，好开心哦！我觉得很开心。而且刚要给铁板粥啊，这些调料是有谁教你吗？没有，因为我这算是我说哈，有2个经典，就是牛腩锅是爸爸的好味道。啊，这个就是女儿的私房菜，你的我的私房菜咯。因为我把它综合起来，把它、我们学西餐来讲话，我喜欢把这些辛香料去炒香，炒香料有了，我们再把肉放下去。今天一包完呢。哎呀，你看俩有米头嘞哈，像米头是冷的哈，真的。那我们就把这个哈牛腩了。不用东西，没不用水哦。啊，用炒到底全部收水，嘿么？嘿，收汁这样子。你让它收汁，让它收到里面去，这样子配饭就很好吃啊。你这样，跟咸度哈，它会跑进去，香气也会跑进去。看起来太赞了吧？啊，这个时间哈，你就慢慢的熬。老手油煎法都注入到牛肉底度。太子將加入幼牛骨頭本嚟4點鐘嘅皮湯，繼續4分慢燉4點鐘，將做得落入泰國嘅拉麵，並落滾水煮3分鐘過後留起來。一般上係吃太子嘅客家風味牛肉麵就好食咧。吃太子講基本嘢愛過講嘅嘢出阿爸嘅好味先。好，太子家嘅牛肉面啊，已經處理好些。三合類嘅可能準備下嘅，這有什麼不一樣？哦，這個就是我們店裡的招牌鎮店之寶，牛腩火鍋的代表作，牛腩肉。哇，聽起來就很厲害啊！3、4秒就好了。台灣牛肉就是它的甜分高啦，吃起來就會不一樣。太享受了吧！哦，肉很嫩以外啊，這辣椒醬也太好吃了吧！鎮店之寶，牛腩火鍋的代表作，牛腩肉。哇，聽起來就很厲害啊！所以今天來試做看看。你話嘅牛腩，老家哈嘅隻牛腩有乜嘅冇漂亮咧？一個是外國貨啊，一個是台灣貨啊。口感呢，因為我們台灣飼養的方式不一樣，當然口感上也不同啊。可是台灣它肉質偏甜，偏鮮甜，因為它在地哈，它就是當天屠宰來嘛，溫體的，是不是？你會用台灣的牛腩嗎？來煮這個火鍋，應該也有特別的原因吧？這就是我們家裡一直傳下來的50年老店傳下來的。哦，好，太子，今日哈要準備好來煮一個牛腩煲吼。那這個肉是直接飆到你那個湯裡面嗎？哎呀，你要是殺破切或者是飆落去，直接飆。可是你這個裡面感覺好多秘密哦，但還有牛骨係嗎？還有牛大骨啊，還有一般的中藥啊，中藥材。一般中藥材還有什麼？還有就是我們客家的所謂的黃豆瓣醬。黃豆瓣醬。所以黃豆瓣醬也是你的私房料理咯。迄爸爸傳下來啦，頭擺爸爸做是隻阿婆啊哈，我阿婆去給他做那個黃豆瓣嘛。我媽媽後來也自己做，我們都是一直傳承。現在你要某 Q 讓專門去歐本買。所以不是用人家可能用那嘛來牛粉、牛湯粉，是不是？牛骨粉牛骨粉那些都不是甜面醬啦，對，抹啦，這是完全不加味素哦，完全沒有味素，完全沒有。而且也沒冇加牛油。兩年哈，它養生哈，唔好加牛油。大家全部倒落去發電還要煮幾久的時間？你差4、5個小時哦。4、5點鐘哦。天的必穩啊！係啊，真溫柔。應該滾的哈，是金色的，還是清甜的。客家人之後最喜歡料理溫啦，溫東西啦。溫東西。係啊。西風慢溫，漳州的老手有色彩嘅美食完全融合，變出新嘅創意。掛件嘅牛棚牛，尤其是要長時間來煨，漳州的老件嘅9年段拍分解做凍，啲時間老火石都唔辣嘅時節，係講冇耐心急等起鍋，點都會本口感變硬。故說好美食都是要淬煉老電台嘅。
係自家基本藝生嘅正經算係牛肉太傳了。哎呀，你要吃牛肉太猛啊！真的哎，咱们牛肉料理啊。nhà cái係爸爸嘅米西哎，這個是女兒嘅米西哎，nhà嘅米西啊。来米西，但是牛腩火锅是家传的啦，嘛，啊哎，一直传承到现在的台湾牛肉。好，哎所以我单是吃这一餐就吃到真正传承，对爸爸的传都不一样的。刚才先从后背吃到前背去，好啊，我才发现比较很年轻，不一样的。从后面开始吃起。好，哎呀，个面条嘞，我哋讲，其实大头面从那个酸拉面吼嘿，它应该是很 Q 的，你看，啊，等下拿起来就滴嘞。都新鲜到货啊。嘿，好来吃哦。它这是孜然面，然后孜然面是添加一些化学添加物，让它有 Q 劲。啊，早晨啊，要肯定佢用做面哎，佢用嘅粉成粉，讲起最好嘅面粉啊，用比较好的机器增加它的压力，所以佢做出来的拉面呢，佢就会 Q 完的。哎，那个都要一个工，还有一个机器上的一个配合度啦。哎，而且佢讲佢完全冇加防腐剂。冇啊，其实是天然面啊，你是讲在孜然面啊。哎，哦，而且所以我特别挑选。原来是看到有铜条的部哇，你去分。看看，没有牛油的范围下去煮的。加白炒过后嗰种香味以外啊，蔬菜香啦。对，还有你的特调的酱料。对对。然后重点是什么呢？因为里面呢没有加过重的那种荤油菜，所以它不会抢了原本大骨的味道，这样子。对，所以我希望吃的是原味。这太勾魂了吧！不只是销魂哦，会把人的灵魂勾魂。对呀。啊，吃可能也牛肉的部分，你要用巴拿马也跟牛肉嘛，对不对？用巴拿马。好 Q 哦。而且给牛哈，它比较香啦。那我想说做牛肉面哈，找好的食材。好吃哈。真可以，好 Q 哦，而且还有瘦的地方软嫩，带筋的地方呢，Q 肉一点薄都懂 Q 的 ，Q 肉还懂 Q 呢，是都会全部会交织来。細細的牛蒡肉，食嚟到黃頭中嘅香甜，豐富嘅鹽，透油嘅清香，還有其他子對料理嘅堅持老用心。生下來一鍋，澎湃到岩掉釀嘅色氣，佢那個皮湯就啲咧，老家下嘅牛肉麵湯係完全冇共用嘅兩種東西。嘅湯吞下落去，冇味素，全部都係甘甜，肉一路醉，阿妹愛。嗰卡度嘅山珍海味，未必唔爽啊！台灣牛食起來真係較甜，而且它比較有嚼勁。對，不一樣哈。對，口感上兩種不一樣。我覺得，比如講，如果嗰種牛肉呢，係嗰種熱炒熱香嘅。所以你要把精緻味道吧，堅持。對，剛剛你講到有個湯頭嘅部分呢，因為要加黃頭斑椒，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我覺得湯頭蠻甜的。蔬菜就會帶出甜味，肉也本身會帶出甜味啊。肉味會帶出來，骨頭會帶出來，所以不需要加味素。而且這一斤本來4點鐘前面大骨湯又煮了2個小時，整個就6個小時，熬的時間要長。那我算算看，你要給台灣牛哦，這家不用容易嘛哈，3、4秒就好了，變色就好了。好，台灣牛肉就是它的甜分高啦。你吃起來就會不一樣。那這個蘸我們的辣椒醬很好吃。辣椒醬也是秘密武器嗎？對呀，你吃看看。真的太享受了吧！肉很嫩以外啊，這辣椒醬也太好吃了吧！喜歡吃辣說好吃哈。看牛真嘅濃嫩，而且台灣牛真的比較甜，比較甜，清甜味很重。好滿足哦！火鍋用菜幫撈牛肚、撈牛筋，食以後就會本發現，原來也真係撈牛肚真正嘅好味思啊！同時，未對其他子嘅料理有更加深入嘅感通。原來其他子自家啲土壤沒有傳統，啲膽管無壓，估唔得兩條蝦，其實現在嘅阿爸嘅老看棒。台北都要給那牛肉麵店嗎？牛肉大餐店啊，在這邊已經開了，共超過50年。快50年。對，800塊是粥，而且你一個什麼老給夾下了，那時候為什麼想要夾下了？因為
开餐厅一个女生呢，这么辛苦哦，因为这也有故事，也有剧情啊。但是当发生之后，你必须承受的就是，你要为父亲做事情，因为他生下我们，这个孝道我们一定要做的。那我们也是靠这个为生长大的，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断了。那断的话，父母亲的生活就碰到很大问题。他用的会发生嘛该事情呢？你从高空中掉下来，然后整个归零的那个状态，那尤其碰到爸爸80岁了，也做马该某条路啊。那当然，我们这个儿女在这方面我们没有能力，但是我们有一手好手艺。我希望在这方面我能够替他承担，就是我来做，把这家店做起来。因为这不是一般女孩子可以承受。坦白说，一路的辛苦真的很辛苦。可是我喜欢在美食里面，把它发扬出来，找好的食材，消费者的味蕾，他相信是很好的，他知道我的东西是好东西，因为不加任何添加物的时候，那就是自然的味道。真嘅先生嘅业务堂度，有阿爸嘅養育眼前，有照顧好下人嘅責任，有家庭受到變化過後。開啟一切嘅勇氣，就算其他姊妹有自家組織嘅夢想啲嘅實現，唔過一啲50年嘅老看板，係其他姊對阿爸嘅承諾。無論能拜係唔係做得做到，這樣使阿爸經營世界嘅好光景，都會堅持下去，用做料理本補下人食嘅心情，老實實在在嘅誠意，繼續傳承下去。時間乃得人間向前行，唯一無改變嘅就係代代相傳嘅料理美食。第一個味素已經發展了300多年，愛的味咪變做老的味嘅。這道味嘅總係有一個地方是要用傳統嘅美食去滋養未成長，搞出發。就像陳太高嘅糖葫蘆，單純將我老亞下嘅後生人分享頭擺免費嘅美食。還個其他子啲年代嘅味素，買一個年代美式嘅牛肉麵，希望一個牛肉麵嘅味道呢，做得啲老嘅啲度，繼續飄香。我記得咯，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燃燒。下週好美食，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日春雨水講人間，江浙調重現。春風過去長命渡，後面愛靠谷雨天。烈下小馬唔下線，夢中淚雨風思念。西瓜青甜。望你望太初分野苦漸漸，日秋處處甜歸年，年年人團圓。日冬收歇10半夜，四季輪迴又一年。